今日焦點：加拿大央行維持利率喺2.25厘，灰省重啟經驗類移民計劃，為期2年。多倫多車行 AI 唔報價，拒絕履行承諾。加美新大橋本週開通，特朗普仍持反對。我係雪晴，即刻為大家分析。立即訂閱我哋，關注加拿大時事新聞。加拿大央行喺星期三宣布維持基準利率喺2.25厘不變，呢個係央行連續第5次維持利率不動。央行表示，雖然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導致能源價格上升，推高咗通脹，但目前未有明顯證據顯示呢啲高昂嘅能源成本已經廣泛轉嫁俾消費者。央行行長 Tiff Macklem 喺記者會指出，加拿大4月份嘅整體通脹率升到 2.8%， 預計未來一段時間會喺 3% 左右浮動，之後先會慢慢回落到 2% 嘅目標。行長強調，如果油價長期高企，央行可能要調整利率。目前勞動力市場波動，加上美國關稅威脅持續，令經濟前景充滿變數。央行認為維持利率現狀係平衡通脹風險同經濟增長之間嘅最佳做法。雪晴觀點：央行連續5次撳住唔加息，反映出喺壓抑通脹同避免經濟衰退之間，行長正喺度行緊鋼線。講完利息，我哋再睇下移民政策嘅最新變動。灰省移民廳長 François Bonnardel 星期三宣布正式重啟魁北克經驗類移民計劃，即係 PEQ， 為期2年。喺2025年11月計劃取消之前，符合資格嘅申請人可以喺指定時間重新遞交申請。第一輪申請會喺7月2號朝早8點半開始，直到10月31號。當局預計首階段會收到8000到12000份申請。廳長強調，只要符合準則，所有遞交嘅申請都會處理，唔會設上限。呢次臨時重啟係為咗履行省長 Christine Frechette 喺競選期間嘅承諾，為已經喺灰省扎根嘅人提供穩定嘅移民途徑。不過呢個只係過渡安排，未來會由新嘅技術工人選拔計劃 PSTQ 取代，兩者會喺過渡期內並行。雪晴觀點：政策變完又變，雖然重啟係好事，但對已經受影響嘅申請人嚟講，信心重建仲需要一段時間。另一條值得關注嘅新聞涉及一宗執法人員殉職嘅慘劇。安省省警 OPP 拘捕咗一名18歲男子，控告佢1級謀殺，涉及一名省警殉職嘅案件。事發喺星期二下晝，安省北部 Hearst 附近，20幾歲嘅警員 Tyrone Barley 喺執行職務期間受重傷不治。省警總監 Thomas Carey 表示，被告當時係喺醫院逃走，佢本身正接受精神健康法評估。警員嘗試截停佢嘅時候，被告涉嫌開車撞向巴黎。殉職警員 Bailey 加入警隊超過2年，原本駐守安省南部，事發時正喺北部輪值。總監形容 Bailey 由2歲開始就夢想做警察，對佢嘅離世感到非常痛心。除咗謀殺罪，被告仲被控危險駕駛同埋逃避警察等多項罪名。雪晴觀點：警員喺處理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嘅案件時風險極高，呢次悲劇再次敲響咗執勤安全嘅警鐘。跟住呢件事同大家嘅錢包都有關係，買車嘅朋友要留意。多倫多一名男子 Zach Giacomelli 諗住將部2021年嘅 BMW 賣翻俾多倫多 BMW 車行。最初佢透過網上查詢，收到一名叫 Queen 嘅職員回覆，對方開出一個超過27,162加元嘅收購價。點知收完信息冇耐，車行銷售顧問就打電話嚟話個價唔算數，原因係 Queen 唔係真人，而係一個出咗錯嘅人工智能 AI 聊天機器人。車行之後咧，將收購價減到得返2萬加元啊，足足少咗7000幾蚊。Giacomelli 感到非常憤怒，
認為車行既然用 AI 取代人工，就應該承擔 AI 承諾嘅責任。根據以往案例，加拿大法庭曾經判過加拿大航空要為 AI 機器人提供嘅錯誤資訊負責。呢次事件可能引發法律訴訟。說成觀點，企業想用 AI 慳成本，但如果連基本嘅報價準確度都保證唔到，最終只會輸咗商譽。仲有一件事都值得留意，夏天嚟到，戶外活動要小心細小威脅。隨住氣候變化，吸血嘅蜱蟲正喺加拿大南部快速擴散。專家警告，呢啲帶病菌嘅蜱蟲正以每年35到55公里嘅速度由美國向北移。歸爾夫大學助理教授 Katie Clow 表示，加美邊境附近嘅人口密集區氣候已經變得非常適合蜱蟲生存。安省南部早喺1989年就出現由黑腳蜱蟲傳播嘅萊姆病，而家全國每個省份都見到佢哋嘅蹤影。除咗萊姆病，專家仲留意到孤星蜱蟲已經喺加拿大少量出現。被呢種蜱蟲咬過嘅人可能會對紅肉產生嚴重過敏。專家預計未來10年，蜱蟲會進一步佔領多倫多以北嘅度假區，甚至係更遠嘅郊外地方。說情觀點，氣候暖化唔單止係溫度上升，生態系統嘅改變正直接威脅緊加拿大民眾嘅公共健康。講到生物威脅啦，卡加利有一家人喺食生果嘅時候咧嚇咗一驚啊！卡加利男子 Sean Cardiff 喺超市買咗一袋無核紅提子，食咗2日之後，發現提子入邊竟然藏住一隻帶有劇毒嘅黑寡婦蜘蛛。佢形容當時見到提子上有個黑點，點知一搖個黑點竟然伸咗腳爬向佢隻手。佢捉住蜘蛛之後，佢媽咪 Linda Hall 透過網上研究，確認蜘蛛肚上邊有明顯嘅紅色沙漏標記，證實係黑寡婦。佢哋最後將蜘蛛雪死。昆蟲學家 Ken Fry 解釋，由於而家種植提子減少使用農藥，令到蜘蛛呢類自然捕食者更容易喺生果入面生存。加上好多生果係由溫暖地方入口，呢類情況變得越嚟越普遍。佢建議市民食生果前一定要徹底清洗。說情觀點，追求有機同減少農藥係好事，但消費者就要習慣喺食生果之前做足眼力檢查同清洗功夫。交通消息，籌備咗多年嘅加美大橋終於傳嚟開通消息。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連接安省同密歇根州嘅哥迪考國際大橋將會喺本週末正式開通。呢條耗資數十億加元，由加拿大納稅人全資興建嘅大橋，被總理形容為加美合作嘅象徵，將會連接安省401公路同美國75號州際公路，大大改善跨境物流。不過，美國白宮方面就表示，總統特朗普對大橋嘅立場冇改變。美方一直要求喺大橋隧道費入邊分一杯羹，儘管美方冇出錢興建。溫莎市市長 Drew Dilkens 表示，佢已經獲邀參加星期5嘅慶祝活動。雖然擔心特朗普嘅變卦可能會令事情出現變數，但目前仍然對大橋開通充滿期待，希望剪彩之後可以盡快通車。說情觀點，大橋硬件已經起好，但政治角力先至係真正嘅關卡。加拿大納稅人嘅錢唔係咁易俾人攞去。另一條新聞，關於一名喺美國過住奢華生活嘅加拿大青年落網。一名20歲嘅加拿大青年 Trenton Richard David Johnston 喺美國邁阿密，因為捲入一宗過千萬美元嘅加密貨幣詐騙案，星期2正式認罪。案情透露，佢透過冒充 Google 員工喺幾個月入邊偷咗至少1304萬美金。呢名青年平時生活極之奢華，出入用私人飛機，仲買咗 Lamborghini 同 BMW 等名車。佢嘅騙局係喺2025年3月一次交通截查入邊穿崩。當時佢坐喺一架 Rolls Royce 入邊，車上其他人供稱佢哋都係靠呢位冇正當職業嘅青年供養。Johnston 係喺2024年由安省入境美國之後，一直如期逗留。根據認罪協議，佢將會被遣返加拿大，稍後會被判刑。
說情觀點，後生仔想揾快錢，以為身處外國就冇人知，點知最後因為一個交通細節而令到全盤生意崩潰。睇返加拿大天氣，中部省份正遭遇極端天氣挑戰㗎。緬省南部經歷咗一個驚心動魄嘅風暴之夜，出現咗龍捲風同埋好似季候風一樣嘅暴雨。位於溫尼伯以北嘅 Stonewall 災情最嚴重，錄得超過255毫米降雨量。市長 Sandra Smith 形容雨勢係史無前例，雖然基礎設施暫時頂得住，但污水系統已經接近飽和，呼籲居民喺未來2日減少沖涼同埋洗衫，等系統恢復。溫尼伯市中心亦都錄得122毫米雨量，多處地庫被淹沒，街道變成澤國。受到風暴影響 ，Interlake 校區所有學校星期三都要停課。另外，部分地區錄得時速130公里嘅強風。氣象部門提醒，南部地區嘅極端天氣可能仲會持續一段時間。說情觀點，排水系統嘅設計往往跟唔上極端天氣嘅變化，城市規劃者需要重新思考點樣應對呢類挑戰。最後呢條消息，關於愛民頓唐人街嘅發展爭議。愛民頓唐人街嘅新牌樓計劃引發爭議，當地僑團中華會館 CBA 宣布撤回對市政府起牌樓嘅支持。呢個耗資870萬加元嘅項目，原本係想取代2017年因為輕鐵工程而拆卸嘅舊牌樓。中華會館發言人 Billy 圖指出，牌樓造價太貴，認為政府應該將呢筆錢用喺改善唐人街嘅治安、衛生同經濟復甦上面。佢哋批評市府嘅諮詢只係做樣，冇尊重文化合作夥伴。不過，負責計劃嘅市議員 Ann Stevenson 就反駁，話市府多年嚟一直同會館密切溝通，對會館嘅決定感到遺憾。目前牌樓已經喺97街動工，但會館嘅退出令到呢個像字式建築蒙上陰影。說情觀點，一個牌樓救唔到唐人街，比起面子工程，社區更需要嘅係切實嘅安全同經濟支援。以上就係今日嘅說情加拿大粵語新聞，多謝收睇，下次再見。